国外采回的样本并不代表中国采回的样本，在整个中国航天的领域，外国人有的，中国人也要有。出国的目的呢，还是为了去学习、去看看世界前沿是什么，而最终的目的是要报效祖国。三体它是一个具备很强中国文化内核的这样的一个 IP， 所以我们在制作公司的选择上呢，还是以本土制作公司为主。力求把这个产品做得足够真实，同时它要具备幻想感。地球是人类的摇篮，但是人类不会永远在摇篮里长大。外星人有一天真的给了我们回复，我们都要选择接触、回复、善意。三体动画制作过程中遇到最大的挑战呢，就是宇航服的设计。这个宇航服它是基于一个后盖这种打开的方式来进行设计，外头会有更厚重的一层来防止太空中的一些小行星或者碎片。然后它外头有4个全景摄像头，里头是一个全景的这个显示屏，看起来会有一个环境的一个超感知气透。之外呢，我们又设计了一整套的空气基建式外骨骼增强装置，让这些太空工人能够在太空去有效的去组建或者是去移动那些非常大的装置。推进系统设计成了14个微型喷口，可以在无重力的空间里头进行360度无死角的移动。现在的这种驱动方式，包括宇航服，是可以做成实物的。希望在我们的航天的职业生涯当中，我们能够把现在的科幻小说都变成现实，我们能够不穿宇航服冲出外太空。那希望是能做出有世界影响力的动画。所以我们整个制作组会用自己最大的热情和心血来创造它。航天技术的发展呢，必然要回馈于人类。相信中国的商业航天在未来的世界舞台上大放异彩。我希望我一觉醒来可以看到《三体》中的所有的技术都已经实现了，我对人类有这个信心。扬帆起航，扬帆起航，扬帆逐梦9天。扬帆起航，逐梦9天。